他们这是的嘞，咱这个老爹的我做给小张出去来几年，他的我做给罗，看上我做出去没许多啥罗，他的我做出去来几年我做给罗，他出去来几个同步的看一下，哒，你小张的什么去说 ？OK 的，有人在煮饭，闻起来很香。有人在煮饭，闻起来很香。有人了是那米西基的话 ，someone 有人在了是那约吧的话，煮饭了是那卡拉苏给读了，做饭的那的周周的煮饭，卡拉苏给读了，但米西基卡拉苏给读了，闻起来闻了是那个就那个怎么个？怎么我啊？闻起来了是呢？怎么我的个了很香了是呢？怎么被熏不毒了是？啊，怎么被熏不毒了呀？很香。有人在煮饭，米奇卡拉苏个毒了是，闻起来很香了是呢？怎么我的个了被熏不毒了是 ？OK， 你把的这道菜看起来很好吃，这道菜看起来很好吃。这道菜了是呢，菜碟了菜，你菜碟了个这道菜，你给菜碟看起来了是呢，没给得的个了，它看起来很好吃了是呢，全部有啥的了，主要全部有啥的，许多好多了样啊做。这道菜看起来很好吃啊！你菜的怕到底看了，主要全都好多的，许多好多的那样子做。哦，对了，别当我的。说白的，这个东西吃起来没有味道，不好吃。这个东西吃起来没有味道，不好吃。这个了是呢 ，did 哇 ，this 这个东西了是呢，马西那个就加了过过了 things 加了，那你了卡拉了过的 food 卡拉，这个东西了是你给卡拉的了，吃起来了是呢，啥都干了，啥都干了，没有了是呢，没把了，味道了是呢，错。这个东西吃起来没有味道了是呢，你给看了的啥的个了，抓民度了，不好吃了是呢，什么民度了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什么民度？你看了的啥的个是抓民度，什么加民度了样啊？这个东西吃起来没有味道，味道抓不好吃，什么民度？我做啥送吧？ OK， 大家记了我自己洗吧，是吧？洗吧的看嘞，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对它好嘛的，光在的了好的哪着的，好吃了，请再给我一份，谢谢，请再给我一份，谢谢。这个东西太好吃了。请再给我一份，谢谢。这个东西了是呢，你给卡拉的了的东西了，打卡拉了，别当过的。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被寻不到了。你卡拉的被寻不到了。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你卡拉的被寻不到。请了是呢 ，please 哇，再给我了是呢。杨江啊啦，对了啦，再给我一份了是呢 ，one more， 杨江听不起哇，谢谢涂姐姐，看来的实在寻不到了，但都记这种人涂姐姐来的嘞，我就说看来的寻不别的，估计杨家去这的涂姐姐来的嘞，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请再给我一份，谢谢。OK。好，第几了？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了是呢？我哇，
饿了了是呢，吃过多吧？我饿了了是呢，我吃过多少了？我饿了，我吃过多少？我饿了，我吃过多少？过去噻，饿了多吧？他第几了？嘴巴的，我快撑死了，我快撑死了，我快撑死了。我来是我的快了，嘴巴的话，撑死了我就被卡拉蒙不上的，做过被夹死了我就看不见嘛，就去个的撑死了，被夹完了过后，还就夹巴了。我快撑死了，我还就夹松了，被夹缩了，我就是做过被夹缩了，我快撑死了。OK， 他第几了？对吧的，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，我了是那个话，吃了啥的话，饱了了是那夹完了，做过夹巴了过后。我吃饱了，我压缩了，我做过压缩了。我吃饱了，我做过压缩了。过去噻，我吃饱了，我做过压缩了。他递过来给吧的，我运动量大，食量也大，我吃的很多。我运动量大，食量也大。我吃的很多。我那是俺的话，运动了是那女生吃吧，量大了是女生被全部吃过，女生还是吃过的话，女生忙不起完了，量大了，长个忙不了啊。我运动量大了是俺女仔忙不自己月了是，食量了是呢，他看了个啥吃西鸡了过过看了，食量也大了是呢，当俺就看了啥呀，全部月，他看了啥全部了，这个样全部月了的。我吃的很多了，是我白忙不谁个？我吃的很多，不是啥。OK， 到第五了，古巴的，我已经习惯吃印度菜了。我已经习惯吃印度菜了。我了是我的话，已经了是 already 炒了，是吧？习惯了是那空气了啊，空气。我已经习惯了是那我空气差多了，看着空气差多。吃了是啥玩意儿？印度了是加个了加个，菜了是菜。我已经习惯吃印度菜了，但我加个看了啥了，空差多了。当我这眼嘛陪你出来的个是加个看了啥了，空有嘛的话，啥推米的，因为单单都是呢。我已经习惯吃印度菜了，加个看了啥了，空差多了，估计噻。OK， 古巴去。那第五了，就把的答。我还没有习惯吃印度菜，我还没有习惯吃印度菜，我还没有习惯吃印度菜。我那是那俺话，还那是那成都了，still 了呀。我还俺成都没有那是那没办法，习惯了是那空气吃吧。OK， 对了，习惯 OK 空气吃吧。吃了啥话，印度菜了是那加个给吃。当俺成都人加个吃啥了，空民族了。他古巴的看的，我加个吃啥了，空差多了古巴的。就把的我成都人加个看了啥，大家看了吃看的就多了，我加个看了啥了，空民族了，没有习惯空民族。我就在习惯了，那是那空话。空差吧，没有习惯了是那空没吧？我就是啊。OK， 第几了就记得，你唱歌真好听，请再唱一首吧。你唱歌真好听，请再唱一首吧。你那是唱哪路啊？唱歌那是那写当话啊，唱歌。真那是那我呢了，我呢。好听了是那念不，我就写的被念不读了个好听。你唱的歌很好听了是那，唱给当笔写的被念不读了是。请再了是那 please again 了哇 ，please again。过去杨家请了是那过去了哇，
在了是呢杨家，唱了是呢当晚哇当晚写当晚，一了是呢记住啊手的写给贴的让妈着的，请你唱一首了是呢杨家天气当得了，唱给写当呀的百年不读，估计杨家去当得了。你唱歌真好听，请再唱一首吧。估计噻。OK， 注意的，这首歌很好听。这首歌很好听。这首歌了是呢写的了。这了是的话手的写给贴的。这首歌写的。很了是呢，我那路啊，很了是呢，为的路啊，被没事，好听了是呢，念不？这首歌很好听了是呢，写的被念不读了是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写的好像念不读了是，估计噻。OK， 到第几了？就送的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。快买下来吧！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快买下来吧！这了是得哇，this 见了的要考虑给贴的，考虑衣服要被那见不上过的。这件衣服了是呢，第个考虑的了就了，大家做仔细的，第个考虑的，是吧？很了是呢，被没写了啊。适合了是呢，脸部的苍不了，过了的却脸部被堵大了样啊，就适合你了是呢，全了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了是呢，过了的全了，脸部堵了是，快买下来了，快了就不了啊，就不买下来吧，那是牛血了，那牛血血那个样子。当个子错误着这个啊，对，过了也不读牛血血，买下来，是吧？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的过了的穿了脸不堵，快买下来吧，就把牛角说了，我子噻。OK， 他第几了？就是的。这件衣服的材质看起来很舒服，但实际上穿起来就不一定了。这件衣服的材质，这件衣服了是呢，你给可乐了啊，你给可乐去材质了是就恰的就恰，看起来了是大丢个了很舒服了是对我有啥的了我的，你可乐的个就恰了大丢个书被就我有啥的了是肯定个了是吧？但实际上一那样我那脱了，是吧？但实际上一样你那脱了，穿起来了是那肯定个了，不一定哦了，写新个嘛的了，是吧？他怕到这个是可乐的，也不有啥的，讲不有啥的，对不有啥的，因为肯定个了，写新个嘛大了，但实际上穿起来就不一定了。等可以用自己买的了，是吧？怕大家了，你就会说肯定个了，对不有没有？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啥 ？OK， 就细切。他第几了？教我的答案。这件衣服我穿起来怎么样？这件衣服我穿起来怎么样？这件衣服了是呢，你给可乐的，是吧？这件衣服你给可乐的，我了是我话穿起来了，肯定干了。你可乐的，你给肯定干了，怎么样了是呢？看着读了是。你可乐的，你给肯定干了，看着读了是。看起来还好，看起来到底干了还好了是呢？低下了，要不没叫读家没叫还好低下了。你可乐的，你看呢？看着读了是，到底干了低下了，看起来还好，我只是 OK， 好，到第几了？就对的，我们
有空再一起聚聚。我们有空再一起聚聚。我们了是我做了啊，我们有空了是第次东巴，我们那空的搞了那个啊，有空再了是杨家了啊，一起了是娘的聚聚了总把了苦，娘总切吧聚聚了啊。他看了嘞，我们有空再一起聚聚了，我做第次看了，第次东巴有的搞了杨家娘的人总切过，好了。我们有空在一起聚聚。我做第次东巴有的个了，娘都那我做娘中去过了聚聚。不是啥？我们了是我做有空了是第次东巴有吧？第次有吧？是吧？一起了娘的聚聚了，那人中去吧，中去吧。对了，哥哥，他决定的，他现在没有空来吃午饭，他正在上班。他现在没有空来吃午饭，他正在上班。他了是可罗现在了是那谈到哇，没有空了是那第次东巴没吧，没有了没吧了，空了是第次的，没有空了是第次没吧，可是第次没吧，来了是那来吧哇。吃了是啥啊？午饭了是人工卡了，可人工卡了啥？人工卡了啥？来了，可了第三名多了，没有空。他正在了是正在了，给那报销个新的新的，引起他呢 ing 来的那个做。他正在上班了是，可那个写信多了，可那个写信吧来多了，我就说，可人工卡了啥个来了第三名多，可现可那个写信来多了是。写信吧来多了，哇！我就说 ，OK， 第几了就觉得他没有时间过来，他没有时间过来，他没有时间过来，他了是可罗没有了是没吧罗，时间了是第三罗，过来了是出用吧，他可出用了第三名多了，当我就变了，米几点说了是我用完了第三名，我没有时间过来。我就说我出来了，第三名了，他都快出来了，空白名多了，出来了，第三名吧。OK， 第几了？他已经在路上了，他已经在路上了，他了，可罗已经了是 already 了啊，在路上了是那啷个了？可他啷个了有点老的，啷个了主要的，别那你给我这新主说了是呢，他已经在路上了，可啷个觉得 he's on the way 了，on the way， 啷个了用心把来了，用过来了，就是不是当过了啊 ？OK， 他第五了，他已经出发了，已经了是叉叉我 already 了啊，天叉啊，出发了是退吧，那哪里退吧？他已经出发了，可退叉说了，他已经出发了。可退差说了，我就说 ，OK， 第五了，我们两个比赛，他赢了，我输了。我们两个比赛，他赢了，我输了。我们那是我做的哇，我们两个那是我做你，对吧？我们两个我做你，比赛那是认真去吧。真的去个样子做，我们两个比赛，我做真的去呢。他了是那可罗赢了，那是那脱手了，也看脱手。他赢了，可脱手了是。我输了，那是那我小手了。我你真的去呢，可脱手了，我小手了，输了。他第五单你三你的，我赢了，我脱手。我赢了，我脱手。我赢了，我脱手；我输了，我小手；我输了，我小手；我碰手了，我输了。这朵花很漂亮，这朵花很漂亮。这了是那得了啊，多的没多给吃的。这朵花了是你给没多得了，很了是那我那了啊，漂亮了是那你结果。
这朵花很漂亮了是呢，美杜的被人记不住了是。这朵花很漂亮，你美杜的被人记不住了是吧 ？OK， 第几了？你三个的，我今天花了很多钱。我今天花了很多钱，但给花了是呢，没多了，这个也没多。你呢，你能花了是呢，当我了，当我花了，我今天花了，你这里当一了，当我很多了，别忙不，钱了是呢，别下。嘛，你说，我今天花了很多钱了是呢，这里你别下忙不多一了，当一了，我就说。花季呢没多了，花季呢当我了过了，第三当我别下当我，我就说，我今天花了很多钱了是，你这里别下忙不当一多一是吧 ？OK。那第五的，不要随便乱花钱，不要随便。不要随便乱花钱，不要随便了是那抗拒忙句了，乱了是那当然就抗拒忙句了，不要随便乱花钱了是那别下当我，他别下抗拒忙句马当我了马当，不要随便乱花钱，别下打抗拒讲句起来，别下马当了，我就说 OK， 花钱容易。赚钱难，花钱容易，花钱了是别下当我了，容易了是来好远来了，别下当呀来好远来了，赚钱了是呢别下啥呀，我说来个句别下啥我了，赚钱难了是呢别下啥呀，咖喱远来了，当然是咱们去把了，别下多呀了，容易来好远来，赚钱了难，咖喱卡不远了。对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了是可热了是吧？我的朋友了是你给主播，他是我的朋友了是可你主播的，我们密码你主播的是吧？他是我的朋友。OK， 啊，这里我做的小让读书没写给，我啥你读书呢？我做呢，你乱写来给，拉手图起呢？